湾话艺术水就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古早艺术的台湾话一句词，几落种解说。来，大声来讲，红仔仁。红仔仁就是这两类中乌乌这两粒。国情啊，都目睭仁对。有的腔口讲红仔仁，有的腔口讲目睭仁，甚至原来有地方人讲红仔头，敢有影？这两粒有人讲红仔头上，照国情所在。念歌的艺术家杨秀卿老师，伊就讲这两类内底乌乌这两粒，讲我做红仔头啦。红仔头毋是干那这款解说呢，红仔头解说4、5款。国情啊，我知啊，红仔头都报地戏红啊，迄粒红仔头对。嘛因为安尼生，有人应用来表达。你甲看，解文说你主讲迄个红仔头真明呢。国情啊，这句我听有，你家己报较袂臭对啦。烟头好看。查某囡仔生做水款，讲红仔头真明，社会上人咧讲的话。毋过伫咧日本时代，红仔头还佫一款的应用，因为较早的邮票，拢会印迄个出名人的人像，所以当时原来有人讲邮票，直接表示叫做红仔头。所以咱来去查日本时代资料，就有记载集邮铺，到邮票QQ规本的集邮铺，原来有人讲做红仔头铺，正确。讲来到这，国情原来想到老辈咧讲的，念歌4句联内底，捌应用到的台湾的俗语话，讲我做红仔头效应。另外一款人讲我做印纸效应。按怎样解说？国情头拄仔都有讲啊，红仔头就是邮票，红仔头铺就是集邮票铺，对。若红仔头摕来效应，我知啦，国情啊，红仔头邮票搭伫咧批壳顶头，咱甲寄出去，对方接到的时阵，迄张邮票错。人已经转因已经效应，表示讲，这张邮票几元，我甲你寄批工钱，因转落去，邮票袂用去用第2摆。安尼有做效应，若印纸咧？这对日本话来台湾的汉字，就是讲日本时代印汇票，讲我做印纸。咱知影讲做生意的人有当着爱纳印汇税，就爱去买印汇票来用。当然，主管机关承办人员嘛是甲你接过了，甲你消印印转落啊。这样怎样解说？就是讲这项物件已经无价值，已经运用过伊的用途，已经无人要爱啊，或者红仔头消印，或者印纸消印。